太甜美，永沒有天意。路人有什麼的吸引？誰待我好，我就會不過問。偏偏碰着那壞人，全部有人。全球情侶故事也相近，寧願點分地暗，要為錯的人傷過恨過，方算是勇敢。全世間不喜歡開心，喜歡痛心，喜歡你讓我下沉，喜歡你讓我哭，能持續獲得糟蹋亦滿足。喜歡你待我薄情，喜歡你為人冷酷，若是你也發現你也喜歡愧對我，我就讓你愛上我更加多。喜歡你讓我下沉，喜歡你讓我哭，能持續獲得糟蹋亦滿足。喜歡你待我薄情，喜歡你為人冷酷。若是你也發現你也喜歡愧對我，我就讓你永遠痛愛着我。哇，淑晴，我頭先嗰2分幾3分鐘好似冇唞氣咁樣啊！係啊，痛愛呢一個故事咧係講緊佢明明佢哋係相愛嘅，但係佢知道個男仔其實係都係唔係好人啦，但係佢都好享受呢一種愛，但係佢好痛，佢都係好享受咁咯。所以我頭先 feel 到你嗰種沉淪嘅感覺，咁啊，但係你個分數都應該唔會沉淪嘅，一齊睇下先。係90分。好啦，我哋聽下 Edmond。我覺得佢好實淨啦，無論拍子啊各樣，同埋我聽下之後，我聽到有啲細緻嘢喎，唔知點解，即係佢把聲入邊lift 又好啦，或者有啲着我有啲位嘅細緻，我聽到。痛愛着我，帶到我入去隻歌入邊，都夠痛係咪？OK 嘅，我覺得。好，可以老師。我覺得呢首歌係好難嘅，真係最難嘅位係佢個 range 佢好高啦，跟住有好多喺 chorus 嘅位係全部音咧都係喺高音開始，跟住喺高音收。喜歡你為人冷酷。唱功方面就唔係好需要擔心啦，但係對我嚟講，我覺得音色上係比較實嘅。我覺得如果可以多少少好似你後半部分嗰種有 softness 嘅聲嘅話，我覺得可能會仲好聽啲。多謝可以老師，周國峰老師。呢隻歌抒情，尤其喺音色方面咧，俾我嘅感覺咧，唔係你好靚嘅音色咯，尤其第一句咯。喜歡你讓我下沉，喜歡你讓我哭。第一句我有啲愕然嘅，咦？點解會唱到咁嘅咧？好彩你後邊一路咧就係將隻歌一路救翻嘅。我覺得你俾我感覺窒息方面係做到㗎，咁但係係唔係需要去到咁灑狗血咧？我呢個我係有少少嘅保留嘅。我哋知音人好似有嘢想講啊！係啊，卓欣呢首《痛愛》咧，其實係我媽首飲歌嚟㗎。佢每次唱 K 都要唱，咁佢今日嚟咗現場咧，係啦，係啊，所以我希望佢可以向你
學習向你取經，因為你唱得好聽過佢。好啊，我哋一陣間。死啊！係咪咯？話你阿媽你真係想打籮柚頂㗎啦，唉，多多謝謝你多謝，90分都交到功課㗎啦，淑晴，好 ，thank you。多謝大家。